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7日版下晝嘅客家新新聞。今下晝2點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就要開始嘅。喺近邊呢，除了針對國內進行嘅疫情來做說明以外，指揮中心還特別搶來嘅羅東埔市長劉世豪市長來到現場，喺面呢要針對一啲同防疫相關嘅勞工政策來做說明咯。一下就來看一下記者會現場情形。那在右手侧的是，在我右手侧的是我们庄日祥庄发言人，那在我后方的2位哈，在我右侧方的这是我们林永清林医师，那在左侧的哈是我们巴黎疗养院的赖碧莲赖护理长，那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段时间工作的进展。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那今天我们要宣布，我们有新增的15例，15例的境外移入的案例，那基本上大概都在美国7位，英国6位，那还有澳洲1位，菲律宾1位，那这边境外的移入主要是6女9男，6女9男，年龄也介于10岁到10多岁到60多岁。入境的日期介于3月15日到25日，发病日介于3月8日到25日。个案发病前后活动的国家，刚才讲美国7，英国6，那主要是工作或就学。那这3起这里面包括了3起的群聚，按254。2019年8月到美国就学，今年3月5日至19日探访同在美国就学的友人是218例，218例，3月17日发病。那按254并于3月20日发病，3月24日入境时由机场采检通报，那今天确诊。那按257、258就读英国同校同系，按257于3月12日发病，3月24日入境由机场采检通报，按258于3月22日入境后进行居家检疫，3月23日发病后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2人均于今日确诊。那按264、267为一对夫妇。3月8日至25日前往英国洽公，2人陆续3月20日及23日发病，3月25日入境时由机场采检通报，那今天确诊。那基本上我们在这里面大概机场采检的是9位，居家检疫的是5位，自主健康管理的是1位。那我们今天有一例是我们的解隔离，我们现在总共有267位确诊，30位解隔离。那这个我们在这里面居家检疫实际上是我们居家隔离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道的防线。大家看到现在等于是境外这移入的案件相对主要最主要还是都是境外移入。那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当然随着入境的人相对的减低，这个风险也会降低。那不过它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在边境采检当然是非常的重要那边境的管制很重要，但接下来的第2条防线就是我们的居家检疫。那居家检疫它是一个相对有一点辛苦了不过也不是那么的苦了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了我们2位上一次我们去武汉应该是武汉，那回来也是居家检疫了14天我们是先请2位来跟大家报告说他们在居家检疫专业人员是怎么做的了我们是请2位，看谁要先，是林医师先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刚结束完我的14天的居家检疫的这个过程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我这14天到底在做哪些事情。那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每天就是量2、3次的体温，然后呢就是每天的大概上午其实都会接到就是指挥中心的关怀的简讯，那就是要
回复，就是说我那天的状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之类的。那另外每天的上午下午各会接到一次这个李干事打的电话，那也是会询问我的当时的身体状况啊这样，然后很好的话他就会跟我说就是继续维持哦，加油哦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每天一个很重要的节目啦，就是准时收看这个记者会的直播，因为在家里其实也很想要在跟大家一起 update 这个疫情的这个状况啊，所以我每次也都是跟着大家一起这样子看着直播啊，就知道说目前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那除此之外，就是比较轻松的这个情形呢，就是大家其实在我开始居家检疫之前，就是我的同事啊，我朋友都会很担心说，这14天会不会很无聊，因为不能出去。所以，不过我觉得刚好就在这个时间，我就把之前就是买了很久没有看的书啊，可以在这个时间看完啊。那之前没有在首轮看到的电影啊，也可以在家里看完。那除此之外，就是整理一些之前没有时间整理一些工作的记录啦，就像说这一次的武汉的这个行程啊，这些，另外还有像之前的这个保平星号的这个检疫啊这些的。甚至说，我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把它整理一下，就是写一个，就是看以后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投稿期刊，那这些的，把我们这些经验可以跟国外的分享，就是刚好在这个空档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啊，其实在吃的这个部分，其实一些朋友也很担心说，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吃东西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14天来，我还看了蛮多的那种外送平台的，就是看一下有什么美食可以吃的。而且现在的这个外送平台，其实它都有一种叫做无接触送餐，他就放在门口，然后他离开之后，我再打开门去拿，所以其实完全就可以做到就是居家检疫，不需要跟别人去接触这个方式。那其他的话就是一些，当然我就是还是会定期看一下 LINE 啊跟那个 email 的简讯，就是如果需要我就是帮忙的这个部分，就是工作上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家里还是可以做到一些就是防疫这方面的工作啊。其实这14天来讲，其实除去不能出门这件事情，其实在家里其实还过得还蛮充实的啦。那我当然也很高兴，就是14天之后可以出来，就再回到跟大家一起在这个防疫的这个战线上面继续一起努力。嘿，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媒体大家午安哈，我是巴黎疗养院的护理长哈。那这次的专机的任务里面，我参加了2次哦，一个是公主号的包机任务，另外一个是武汉。那我负责的是东方那个航空那个飞机的任务。那我这次主要被检疫隔离的那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有入境的武汉，所以我回来必须要做这样子的隔离。因此我在这边跟国人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说这14天我怎么样跟我的家人一起度过了这14天的检疫时间哈。所以其实我不要讲的是说，这14天的检疫时间其实不是多赚到了那个假期，只是为了说保护国人的健康，因此我被停止了暂时跟外面接触的那个时间这样子。那这14天以来，其实原则上我还是把它当成自己是在上班，所以我的作息其实是没有变的，还是维持一样平常上班的那个作息，只是我在家里办公这样子。那每天呢，我不敢很放松，是因为我很担心说，如果这14天我是每天睡到自然醒的话，14天以后我可能没办法恢复到现实的环境里面去这样子啦。那我跟林医师一样，我利用这14天里面做了许多我平常时候觉得说有空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就利用这14天的时间，就把这些平常我觉得该整理没有整理的时间，那加上就是14天也写一下这14天心路的历程跟日记这样子，我想要记起来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大家在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哈，我觉得这14天的家人相处里面，家人的感情绝对是一辈子，不会因为这17天的隔离就变得会疏离掉或会疏离会变质这样子。因此我跟家人之间的互动就是，我觉得我跟家人有爱家人有多深，我跟他的距离就有多远这样子。我跟家人之间距离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采取就是绝对不共事，不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他们在的时候，我都会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活动。然后他们如果万一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一定是戴口罩跟他们一起互动，尽量就是维持不跟他们有共识这样子。加上
我也是单独使用自己的卫浴设备这样子。我每天会做一个环境的消毒，用漂白水，只是为了要保护我的家人这样子。再来就是活动上面哈，因为居家环境的那个隔离里面，我的活动空间变小了。我担心我自己的体力再出去以后会没有办法，体力会变差，因此我每天早晚我都会利用那个5行健康操，这是在医院里面培养起来的。我每天早晚就各做30分钟的运动，维持我自己的体力这样子。加上这是隔离，其实我相信每个隔离跟人家的隔离一定是会有那个寂寞跟空虚，我也发生了这样子。大概在第6天开始，我觉得很闷，很闷，也有一点点焦虑，因此我打了1925的那个隔离的那个关怀专线里面。我只是想说，我想晒晒太阳，然后得到的讯息是说，我真的不能出去晒个太阳，因为我住顶楼，我本来想说是可以，他说不行，所以为了这100万，其实我严格遵守不踏出去这样子，我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把我的手伸到户外去晒太阳，把我的头伸到户外去晒太阳，这样子度过这一段。那我也跟林医师一样，我非常关心这样子的疫情，所以我每天2点的时候一定准时收看我们这样子的防疫的那个公报的时间。那有善用我们的媒体资讯，然后网络这一些，然后跟家人、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同事之间还是有在联络这样子。我也很感谢说这段时间常常打电话鼓励我的主任跟我的闺蜜，然后跟我分享医院的事情，然后让我不会再脱节哈。再来就是我觉得隔离这个政策真的是保护大家。我呼吁说，人在隔离期间真的是好好去遵守这样子的期间，然后保护大家的健康。我想这是一个向全世界宣战的病毒，跟我们全世界宣战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抗战哈。我觉得最后的胜利绝对是属于我们这一方，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配合。我们非常谢谢2位哈，不过2位看起来都是比较专业的生活了哈，那一般人可能还有很多需要在心理上面在建设的地方哈。那大致上也让大家就是说哈，人在居家检疫、居家隔离期间哈，有生活用品及饮食的需求，但没有亲友的帮忙怎么办？好，那大家讲说哈，有各地方哈，各地方政府都已经成立有各县市的关怀中心。好，那电话也可以查得到。那居家这段时间慢性病的药品不够怎么办？可以请家人带领，好或洽各县市的关怀中心。那就是说他在居家检疫的时候，他的住所的地址和联络电话可不可以改？是可以改的哈，不过也不能说自己就改自己就跑掉了了哈。那一定要先跟李干事来联络。他来协助修改，协助帮忙你这相关的一个移动，但最好是没有必要，最好是不要移了哈。那资料正确且没有离开家中，手机却异常告警怎么办？那请联络李干事。那需要出外奔丧或探望重病的家人哈。那当然是不可以了哈，奔丧当然有一点点不近人情，不过一奔丧的话哈，那边相关的人也多，事实上也相关也是风险比较高。那建议我们用视讯软体。那有相关的症状，咳嗽、呼吸道的症状，可不可以自行就医？好，那这一点千万要提醒大家注意。在我们的规定里面是不可以刚才我们霍律师讲。那他要出去探头都被说不行所以当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正当理由，它当然是一个就医，当然是一个正当理由，但你必须要跟卫生单位联系，那由卫生单位来安排就医。那当然你如果一时不知道卫生单位或联络不到，也有李干事有我们的关怀的中心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联系但不能说没有在报备的情况下就自己以为用自己最安全的方法就去就医，这样会让我们的管制混乱那医院的准备也许不足那发生很多的问题。所以最后这一点是很重要不能说以为自己去判定自己去判定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情况，自己想当然尔就这样子做了
好，那后面这边是10万到100万的的一个罚款债，但是你都可以各个单位你都可以去联络，有很多的这相关的单位去联络然后当然我们只能讲在居家检疫的时候，或居家隔离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我们讲说不可以出门，不得出门，不得聚会，那必要的接触者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你要单独的用餐，清洁的用品不要混用，那看病有任何的需要，你要联络跟里干事，跟我们的关怀中心或卫生单位都可以，但是不要自己跑出来，因为我们刚才再三讲过，整个的一个在居家检疫，这等于是我们在等于边境居家检疫是避免到社区这样子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所以请大家务必要配合。然后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当然是整个台湾现在在里面守这边境跟居家检疫这个靠的国民大家的一个素质，跟我们的相关的监控，我们希望把它做好。那另外就是在做疫调，相关有时候有确诊在做疫调，那被通知到要采检的，或通知到要暂时先要有相关的情况，那就请先把自己的一个社交活动暂停，那尽快的配合采检。我们有严格要求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通知采检，如果24小时找不到人，那可能这警察就会来找。但是最重要是因为把这时间拉长了，其实就增加了一个社区的风险，所以请大家也配合。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防疫的医师跟我们医疗的人员，非常的辛苦。我再讲，我们第3条线会成功，是因为我们的疫调的速度很快，那疫调很专业，能够及时把需要隔离开的人就隔离开，把需要采检的人，也都很清楚的把它列出来。那整体来讲，我们的整个防疫抗疫要成功，这几条线都要一起来努力，才有可能能够做得好。那当然国家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也请大家配合。那我们也非常高兴，我们有高水准的国民，那很多的专业的人员，大家一起努力，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今天在口罩这一次，就算是这次比上一次好像，这个参与人多很多。今天到1点，刚好其实应该刚好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嘛，我们现在有163.3万人次，算是上一次记得我们弄了1个礼拜，总共是最后成功是99万人。那当然系统啦，还有很多地方可能还需要修，不过看起来好像速度啦、塞车情况应该都减到最低。那到一半有163万人。不过我们还是跟大家讲尽量买我们出货很多了尽量买，我们出货很多，我们希望把这涵盖率能够变得更大。然后再过来是我们的劳动部，劳动部今天有些相关的讯息要跟大家来报告有关移工的管理的方面。指挥官还有副指挥官，各位媒体记者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劳动部为了加强国内的防疫，对于这个新引进的产业外劳，从今天3月27号下午4点开始，我们要求所有的雇主，如果要申请这个产业外劳进入本国的情况之下，必须要先填具所谓的移工申请入境办理居家检疫的这个计划书。那么我们在做居家检疫的时候，必须在事前劳工入境以前，那么由地方政府去勘察这个居家检疫的场地。那么这个场地维持必须要1人1室，然后要看有没有门禁的管制，以及配备相关的消毒的一个设施。那么检查完成之后，那么这时候才可以让移工进入我国。这个是我们目前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所开始引进的措施。以上。今天早上机场的情况有更稳定的吗？
机场的部分这几天大概都维持差不多的人数啦哈。那昨天也是大概入境的人数在2700位左右，大概连续2天都差不多2700位哈。那机场的部分大概都呈现比较稳定的状况。非常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先报告在这里哈。那我们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后面。长官好，东森新闻请教。第一题想要问的是，因为上海那边有媒体报道说，他们今天新增17起的境外移入个案，其中1例是在25号的时候从桃园机场出发的美国籍的旅客。那这个美国籍的旅客在台湾有没有什么样的足迹？这个还是说他只是来转机？这个部分有没有掌握呢？第二个讯息是想请教是停课的高中生传出说有被公车司机拒载的情况，指挥中心怎么看？谢谢。上海人，对，大部分你问第一个问题，我们大部分都说在联络中啊，然后已读不回或怎么样之类的了哈。不过我们尽量还是希望能够联络，有可能是转机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确实现在没有掌握到。好，然后第二个，那个在停课的学生。那当然有一个是他的一个停课里面有包含他的一些相关是居家隔离者，那当然是不能够出门的。另外一部分其他的停课者应该是都属于自主健康管理，当然也呼吁不要没有事情不要外出。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是出门还是要戴口罩，那把自己的健康过好。今天已经最后一天了嘛，如果那个学校的话，今天已经最后一天。好。中国时报提问我们的航空业有4名，包括机师跟空服员确诊嘛，哈，那他们是高风险的公共服务业，但是指挥中心给我们的资料只有他们的案例的数字跟曾经到美国、印尼工作，那外界是觉得说这样的资讯非常不透明，如果不是立委揭露的话呢，可能外界都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现在的病例数呢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资料却给的越来越简单。那大家觉得说，事实上在这部分未来可以再如何的改善，更加的透明跟清楚？还有我们日前有讨论说，确诊者他如果从事那个高风险的工作，我们要公布他的职业。那不晓得现在的进行如何？以上谢谢。应该是说，如果是确诊者如果跟社会里面的接触特别的多，我们比较难以掌握的话，那我们会公布。那至于在空服员跟机师，应该是本来在资讯里面就有来揭露了哈。那问题是说，可能大家希望说他是坐哪一班飞机啦，还是怎么样？那相关的这些，我们现在在研议说，在哪一方面的需要揭露到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仍然在研议中，这方面我们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好，以上。部长好，自由时报，请问一下，昨天我们有讲到这个。英国这对情侣的状况那因为这件事情已经闹到连外交部都去抗议了。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居家检疫的部分，如果有违规的话，当然是不能领补偿金，那外国人也可以领补偿金。那现在像以后类似这种情形就已经有损国誉的事情我们会不会把它纳入，就是说考虑停发，或者是不给这类的这种状况也列入违规事件这样子来处置？就以英国情侣这类为例，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昨天有在那个张教授有在公布，就是国内确诊病例的这些特征嘛。那其中无症状感染者大概有11名，那我查了一下，这11名全部都是我们在匡列这个确诊者接触者的时候一并发现的，所以这些无症状感染者就是我们自己主动去找。那像日本现在有就是说医疗机构、养护机构，他们这个被感染情形，那可能日本那边也在怀疑说是不是跟这个照顾者或是医护有关？那我们有没有在想考虑说，针对这类高风险的比如说医护人员来做这个抗体或抗原的检验，然后来做这个无症状感染者研究，这样？谢谢。有关这个以这个外国人来住的话那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就是说，如果说是有特殊任务，比如说是包机啦，武汉包机或是这个钻石公主号，那这个是这个部分是不收费了
那但是如果说是有到这个外国人或是国人，如果住到这个防疫旅馆或是这集中检疫所，那事实上都是要费用的啊。那至于说有关这个费用的部分，就是如果外国人住到这个集中检疫所啊，那这个是一天是150块美金。那如果说他们有住到各县市所安排的这个防疫旅馆的话，那这是根据这个各县市政府跟这个防疫旅馆所定的这个价钱来说。那我这样是不是都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这类就是针对这类有损国威的国誉的事情啊。有关无症状感染的这个部分啊，那可能就是必须要去可以做，就比如说抗体的检测啦。那这个通常是在比如说已经感染已经社区感染的时候做检测。那另外还有一个做法是说，在我们检验就是做采检的时候也留一管血啊，抽一管血，然后做血清的一个抗体的检测。那这个也是可以，比如说他现在是没有比如说现在是验不出来，但是他如果血清里面的抗体里面有出现这个变化的话，阳性的话，那当然表示说他以前可能是有感染过哦。那这个大家都是可以做。那无症状感染的话，当然是可以让我们了解说到底在这个医院或是这个我们的民众，那在这一波袭击之下，那可能有感染多少。那只是说他对于就是有关无症状病人，他对这个可能的传染力到底跟这个一般有症状他的传染力是多少？通常我们会假设他可能是他不及他的1半左右啦。好，那以这样来说明，谢谢。也讲就是说，大概这种大规模的这一类实验，我们现在并没有展开。好，但各种比较小规模的那个实验，好，我们都运用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既有的可能性，尽量来做一些相关的研究，也可以来厘清一些相关的就是。针对近期关于新型的疫情方面，家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近期关于中央新增加15例对境外西落来的确诊个案，近期呢全台湾係無增加本土感染個案哦。喺其中呢，夾到單係對美國、韓國有英國轉來嘅，其中美國嘅確診案例有73人，英國有63人。而家呢，單呢都係出國嘅時間呢，都係為做事啊，為到公司嘅事情，也係出國去讀書。第28日新增加個案當中呢，總共呢有3件嘅群聚感染事件，也係近比關於前前嘅疫情情形。然後呢，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嘅，也係報嘅對國外轉來嘅民眾人數呢已經漸來漸少嘅，嗰種呢一個疫情對國外西落來嘅一個風險呢開始降低嘅。唔過呢，係你提醒大家真係限係愛動陽性喎，現在一個疫情對所有人來講限係動態威脅。也呢啲台灣啲邊境管制一部分其實已經做到動好嘅，一部分咪非常嘅重要。那我呢啲天然風險鴉片就係啲居家隔離嘅，可能呢會動到影響講啲居家隔離啊、居家檢疫，也係呢總共會做14日。第2禮拜時間內，大家呢會用家先咯。嗰種呢近比指揮中心媒體片搶來2個將結束居家檢疫，韓國有居家隔離嘅民眾同大家來分享，加到第14日也期間，總共有做嘅呢條事情。第一條呢同大家分享嘅，佢係一個醫生咯，佢講呢其實一個居家檢疫。幾時間呢？當然輕重要愛做事情，就一紅蟲就要來量體溫嘅營業差唔多呢，就要量2-3度。韓國呢其實也期間啊，當然我哋還係會同有互動哦。將會啲早晨嘅時節啊，指揮中心就會打電話問身體情形有用嘅冇，有哪條素材唔狀況冇。佢就將係早晨韓國有下晝時節，沒有像李總啊、李官司會打電話關心哦。然後呢，針對講嘅隔離期間啊，也其實當久哦，都在一段時間，大家做乜嘅咯？有啲醫生佢咪表示講，其實一開始檢疫時節佢咪動少，唔過呢下還有佢就發現呢，佢做動到佢自家動隔離事情，像係看天樣啊，係你講看書啊，咪做啲呢處理公司事情，那個事情都做得到。然後第四東西一部分其實大家咪唔少少，也係有動到外送平台，韓國有一個外送平台，也係做到從無接觸嘅。
也都送传的服务，各种也期间是东西韩国有成分也方面完全都冇问题。那我哋天呢同大家分享經驗嘅係啲護理師，佢先前呢有參加武漢爆擊，將來台灣嘅公眾人員，佢講呢佢24年嘅期間係落佢自家準做hành氣槍啲上班用嘅，加生活習慣係冇買鐵體改變，佢咪因為講。佢做在第24年期間，做動到佢先前可能知道講一啲家有限啊，這樣做的來做嘅事情，佢都做得利用一部嘅時間來做。韓國呢認真講，一啲護理師佢嘅同服抗人帶強效，故種呢佢咪提倡大家，假使有為自家隔離、自家檢疫嘅民眾，假使為同服抗人帶強效是借為用嘅來相處咯。佢特別提倡大家，就是講假使唔要結愛亞服抗人，唔就係離家條有基因嘅，就是講為保持一天嘅距離。漳州店呢來保護家條，也係指揮中心特別將來民眾同大家分享嘅經驗。韓國呢認真講，接下來嘅咧疫情啊，台灣疫情看起來呢係漸嘅有卡翻呢，唔過呢指揮官陳時中還係同大家來提醒哦，就係講台灣嘅防疫為做好，還係為意思所有人嘅一個素質咯，還係為留一個防疫啊，韓國有自家保護措施，看做係當重要哦。然後呢，近比勞動部沒有針對一啲勞工嘅相關政策來公布嘅新嘅措施哦，就係講下一步嘅其實有動到嘅調價，還係同時有人力咯。假使呢唔愛啲國外引進採樣外勞時節，針對條調價呢，對近比下注4點位置，假使有為申請新嘅外勞入來，唔愛先提出一條入境居家檢疫嘅計劃書，一條計劃書都好呢，有呢條內容咯，清楚有呢就係講我寫清楚，唔會提供一啲相關嘅檢疫素材啲內，係我呢我用嚟管制，用嚟管理有一條受托嘅實批模，就希望呢，未為留一條疫情當地邊境當地國外，唔好留一啲疫情。本日的疫情對國外傳染帶，也近比公布新嘅措施。佢一下呢記者會還係繼續喺進行當中，來繼續看現場嘅情形。另外有一位醫師，他說現在美國啊，他們急需重症醫師，然後有發信件是要大量的來募集重症的醫師，然後台灣也有醫師有收到這樣的信件，想問說這樣的話，那指揮中心會怎麼處理？然後最後是想請教，好像有說目前奎寧類的藥物在藥局，就是社區的藥局，好像是說有大概2-3個禮拜都沒有辦法訂到貨，想問一下是否有囤貨的情況？謝謝。第一個沒有訂到貨跟沒有貨，是兩件事情啦哈。那我們現在對於相關的藥品來講，對特殊藥品我們前2天才公布一個規定嘛哈，那個規定就是說不能夠比以前的量多過10%，如果超過10%的話，就要來申報。好，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會查他們的庫存量。如果庫存量，跟我們的口罩在販賣的一樣，庫存量太多，我們就暫時就不出貨。一直到它庫存量達到一定的一個水平，那我們現在暫定是3個月了。所以基本上在這樣的一個管理之下，如果有不管是囤貨或者是有缺藥都可以來跟我們來做，來報告我們，那我們會進一步去查。那至於說在於這個防疫補償的部分我們以前就有相關的一個明知故犯啊或等等相關的條款。所以關於你剛才在提到這個個案的話那我們會請我們的相關單位來做一點研究。部長，不好意思，健康傳媒想請問一下，那個有醫生非常擔心我們的那個負壓隔離病房使用的狀況，然後他有在想說現在隔離病人越來越多，那能不能針對負壓隔離病房使用的狀況能進一步的解釋？那他也有提到說，我們是不是要採取完全鎖國？那現在入境的人數越來越少，那有沒有可能採取完全鎖國的方式？這樣，請問。好，大概剛才有問題就是說，有國外尤其美國提到說，他缺乏重症的醫師來台灣做招募那目前來講，我們不鼓勵了我們不鼓勵這樣的情況。那我們上次也有講過就是說現在到美國現在都是3級嘛，那除非是政府有需要在公務上面那我們會讓他去。
好，那但是在目前来讲是自己是不能去的嘛。好，我们上次已经有这样的规定，如果到3级的国家要经过本部的同意，好才能够出国。然后第二，在负压隔离病房，我们大概1100多个，是不是我们周市长跟大家再说明一下？我们负压隔离病床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说还有大概40%几还是空床哈。那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治疗这个疾病的话，其实不一定要有负压隔离病床，其实单人病室哈其实就可以了。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收治在负压隔离病室里面的哈。那这部分我们一直都很注意，好，这病床的一个调备，必要的时候，那我们也会有些的区域，好，就会整个清出来照顾这些的病人，好，所以民众不需要担心，我们一直很注意在很注意，好，这病床的一个调度跟分配。在这个相关的医疗的资源，不管是物资也好，或是在病房，或者医疗人员。好，大家一直对这样的一个准备是不是充足？我想好几次在记者会，大家都有问到这个问题。好，我们也像上次一样，就是对病人的整体的情况跟大家做说明。那我们也找一个适当的时候，把整个我们现在不管是病房物资，整体的我们也是很透明的，让大家都知道。长官好，黑后健康网有2个问题想要请教。第一个问题是有第一线医师最近在第一线就诊的时候，发现有空服员到医院就诊，但插入健保卡的时候并没有显示出入境的记录，然后他也没有主动告知旅游史，是等到他询问职业列别的时候才发现说他是从事空服行业。那有医师就很忧心说，这些机组人员都没有办理这个入境健保卡就查不到，那这部分未来是否会修正，还是说这个问题要怎么样防堵呢？那第2个问题是想询问说，昨天张教授有提到7位患者是有使用呼吸器，而且入院后病情有恶化，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说这个病毒到底对人体的影响，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几个个案的情况？谢谢。因为机组员的部分入出境，他们采取的是 show pass 的方式，所以在这个入出境资料上面会没有办法显示。那这个我们已经有在研议如何跟健保署这边建立一个让医生可以判定的一个方式，这个我们已经在做研议跟处理了。然后在那个个案的上面那事实上就是说，在我们的一般在看诊的时候，还是有这样的旅游史、那接触史、那这职业别都包含在这里面了。所以这本来就是在我们这问诊相关背景资料的收集的一部分。那当然有些医师希望能够更明确，免得大家没有说就是说很明白的告知而产生一些就是说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我们但一方面是研议，那一方面我们讲就是说在职业别上面这也是在医疗上面是会被就是说应该要去告知的了你的接触史、旅游史相关的职业，尤其跟你的看病的情况有相关。那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现在等于就是说你的那种旅游史变成大家是很关心的嘛因为国外事实上那样的风险比国内要高很多在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的职业别是跟这样的旅游是有关的，那你应该是要告知了那您刚才提到那个会恶化这种情形的话因为它这个疾病是蛮特殊的，就是说它感染到了之后，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症状是轻微，那再过几天甚至有可能病人自己觉得说还有点好转，但是呢有可能到大概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那开始就出现了肺炎，那开始情形的就会往比较严重的肺炎方向走。但是这一份的病人的比例的话，一般而言的话是不到1成那我们再看我们的重症这里头的话，严重肺炎的这部分的话，大概是还不到1成那这里面的哪一些人比较容易这样子呢？第一个就是说他有慢性病的人，第二个是说他可能是年纪比较长的免疫力比较差的人。那在年轻人这部分，年轻的人的或者是比较小孩子这部分的比例就比较低一点点。那我想临床医师都可以参考我们的临床指引来注意这些现象。
指挥官，苹果日报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有听到对岸的广东省就是要求所有入境民众都要进行这个采检的部分，但我国目前的状况是针对有症状或者是有相关高危险群才进行采检，那有没有考虑说往后就要进行全面的这个采检的一个措施？第二个事情就是说，我们2月9号跟30号会派2架班机去对岸嘛，接回相关的一些台商。那我不知道说，在这个部分是不是相关的医护人员都已经有准备好，那也要可以随机前往。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有请到林医师跟赖护理师来现身说法嘛，那如果说有这个相关需求的时候，2位不知道还愿不愿意再去一次？这样，谢谢。没有，我当然没有办法替他们2位这回答这个问题了哈。那不过我们这个随时我们都有一定的排班，根据大家的任务的不同，那整体我们现在的一个应该是我们部立院的体系，都有相当的一个准备，那随时都可以出发了，人人都会变成我们的护理师，也会人人都会变成我们的林医师。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广东整个要采检，台湾一直也跟大家报告过很多次了，一直没有这种全采检的计划了。那也许到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做这件事情，但目前我们还集中力量对于特定的风险的做采检。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把疫调需要隔离的做清楚来。目前我们现在的政策还是没有变。口罩购买的问题想请教，就是说，有民众他们反映，就是说到了超商领不到货，或者是说印了单子，然后被告知说没有货可以领。那是不是有民众跟疫情指挥中心有接到这样子的问题？那另外这个超商取货然后领不到货，是超商的问题还是物流的问题？再来就是昨天张尚纯医师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一次他认为这个病毒不太寻常。那美国有一些研究，他们也针对譬如说像鞋底这样子的病毒存活率有一些研究，他就说在鞋底可以存活5天。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国内有没有做相关的研究在这个病毒存活率的这一块？谢谢。那个口罩我们是没有接到这样的讯息了，不过我也是看电视嘛，超商就已经出来讲得很清楚，是有关一些交班上面的一些问题，事实上他们好像事实上是有，可是交班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不过还是一样的有反应，还是我们会去注意这问题。我相信还有一点时间的磨合期啦，那现在已经问题越来越少，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系统，未来希望它能够扩得比较大。那我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肯定，1天半我们就有160几份了嘛，160几万份，好，那个鞋底来，昨天我记得张教授是有回，目前国内并没有做类似的研究这边提问就是之前有提到特殊行业，比方像航空业者或者是空服员或者是长照机构的人员，他有在特定的时间内，我们允许他可以不用14天就可以去工作。所以我这边想要问的是，对民众来说，他在意的就是说他会不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服务人员嘛？那我们要解释是为什么这群人可以不用待满14天？那这是通则还是少数个案？那民众需要了解是我会不会每次搭火车或者是搭飞机都会有可能遇到没有满14天5天就出来服务的相关人员？那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是5天？那他的后续他如果出来工作的话，配套的防护机制是什么？这个部分，谢谢。2个我们刚才现在是宣布有关于医护人员跟长照机构照顾机构的人员，我们现在是采用一样是用所谓的双采阴，双采阴的情况下，所以才让他能够继续的工作，那这个是要保留这些工作人员的服务的量能啦，让他断了以后，那整个相关的医疗机构里面服务马上出问题，那可能会造成问题会更大。那至于在空服员的部分来那机组员的部分一样嘛，就是从这个出发机上到落地再回来，
那每一段其实他们都有提出他们自我的保护的措施跟减少服务的这些措施，就是要降低他自己的风险。就是因为是这样子，所以他才可以在3天5天的状况下，可以再继续做一些执勤。但是我们有不断的要求航空公司还是要给这些机组员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好，我们那个时间好像要控制一下了哈，是不是我们最后再来指挥官说几位？5位。好，5位，好。想要请教一下，就是程序刚刚的问题，那到底我们机组员的这一个就是他的指引，因为我们记者有跟这个就是劳动部跟还有其他单位有需要这个指引，可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没有拿到这份指引。那民航局这边说已经提交给指挥中心了，但指挥中心这边好像也还没有提供，那可否赶快提供这样的指引给大家，让大家写报道的时候比较有所依据？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提到这个移工他有一个检疫的这个规定，那可是这中间的薪资是要由谁去负担？就是雇主要负担这14天的薪资吗？那我们劳动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措施或者是补助的办法？有关于居家检疫的部分，按照我们现在纾困条例的第3条的规定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执法，也就是在防疫的14天当中，原则上现在有防疫的补偿。那么不过移工的在做不管是居家检疫或者是集中检疫的过程当中，他的生活照顾仍然是雇主的责任，所以集中检疫的费用或者是从机场到集中检疫场所种种的费用，这个部分仍然是雇主负担，而且必须要先缴付之后才可以安排住宿。这段时间因为他还没有提供劳务嘛哈，然后居家检疫是因为为了这个防疫的需求，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就按照这个纾困条例的规定来讲的话，雇主原则上可以不付，但是最好是付这个工资给这个劳工。以上。那个机组员的那个原则，因为他送来疫情指挥中心，我们认为还需要再做修正，所以希望民航局他们要把它完成修正。那我来这边之前，好像民航局已经开完会，那我们就等他这个修正完过来。部长好，我这里是伊电师提问，在政大有一例的确诊，但是目前校方是没有采取停课，说是因为案例没有进校园，但是依照规定的话，一个确诊应该是要停班课的。那目前学校处理的方式，指挥中心会不会来协调？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最近看到很多从机场拦截下来，然后接续确诊的案例，想请问指挥官，在这些确诊案例的家人啊，纵使是原本同住，但是回来没有接触到，还需要居家隔离吗？好，刚才讲到就是说，学校并不是就是说有人确诊我们就必要停班，是说因为大家有在一起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停班嘛。好，你不会说，我今天我到美国去了，我们这边都我到美国而得到病，好，那明显的跟它是很大的一个区隔，那不会因为这样子变成他一个停课或停班的理由了哈。所以这是有接触的关系，有共同生活接触的关系。那至于说在机场拦截到，那家属他的家属怎么样？我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我们会匡里需要居家隔离的时候，是主要都有经过疫情的调查哈，因为所以说我们不可能把他周遭的一些所有人全部都居家隔离起来，所以会调查他们到底有没有接触，是怎么样接触，是不是有没有妥善的保护。好，那如果在没有妥善的保护的时候，那整个我们看到也很多人他是自己就住在一间房子里头的，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我们并不会要求他来居家隔离，所以说这里面是经过一个一个这样子来做了解来做判断的。那我现在看到也有很多的大家都自发性的做了很多进一步的动作了哈，那我们不反对。好，但是那都属于是自主性的行为了哈。长官好，3例提问。想问一下，今天有提到就是说居家检疫或隔离的对象，我们如果说有需要就医的话，他们不能
自己就是判断，然后去就医。但是有医院透露，他们每天挂号系统都是会比对到大概有30到40位的人，他们是居家检疫或隔离的对象。但是医院通常都会通知他们14天的时候，不要来14天，先不要到医院来看病。但是还是有个位数的人会自己擅自跑到医院来看病。那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方法可以杜绝那个居家检疫或隔离的人，他们以看病的理由来借机出门？那如果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他是非必要就医的话，那会不会依照擅自外出来开罚？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国内的检疫所有非常多，那么我们如何来确保每个房间内的物资是一应俱全的？谢谢。我再说明一下，就是说今天刚好我们的何启功何次长有到中南部去，那有提到说台北荣总他们最近是有这个就是有预约挂号啊，那这预约挂号可能是他1-2个月前就预约的啦，所以台北荣总的做法是在4日看诊的前一天。他们会先一个一个去跟这个预约的这个电话的这个病人去请他们退挂啊。那这通常病人都会配合啦。那当然也有个位数的一些个案会跑到他们的这个其他的门诊或急诊来看病。那他们因为在荣总这边，他们大概都有一些这个所谓查核点啊，所以他们也会先请他先到一般的这个发烧的一些门诊的地方先看了之后，那再去到其他的科来看哈。那他们也会通报这个卫生局啦。那所以他们这边的做法就是尽量就是说把这个有可能会就是说先会有可能是因为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一个病人，那因为先前的一个预约挂号啊，所以他就可能误以为可以去看，那就去看了，这个先把它阻绝掉。那所以我想他的做法是相当好。那另外就是说像这一类的病人，我们事实上就是也不鼓励，那我们也会发我们今天特别发了新闻稿，当然就是特别提醒这些病人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需要看诊的一个需求，都可以先打1922来请这个我们的这个的专线来帮忙服务，来这个然后跟你告诉你说要怎么去看诊啊。那这当然就是说，如果有这个不经这个192来，或者说这个专门的一个安排去看诊的话，当然是有可能会受罚。那这个罚款是在10到100万以上。谢谢。大概在一开始我就这个事情就再三在强调哈，在居家检疫、居家隔离你的外出的这样的理由，并不是你自己来认定的。好，如果你认为有就医的需求，你还是要联络卫生单位，或者关怀中心，或者总是一个正式提供。那当然最后都会到我们的卫生局去，那他帮你安排可否。好，然后第二个呢，在看病里面我们有3个管道嘛，一个是说你现在事实上是不太需要看，你可以隔个14天，或者你居家检疫快要满了，可以等的，非必要紧急的相关的处置的话，那可以等，那我们还希望你尽量等，然后第二就是说你可能是必要的，那可能是必要的，那必要的话又分作2个，一个是我们在视讯上面，视讯远距的医疗可以来帮忙的，那也尽量运用远距的医疗来帮忙。然后最后你非要一定要现场去看的，那就一定要打电话跟1922或卫生局或者我们相关的这些政府的联络单位，那由他们来安排。然后第二，从医院端里面来看这个事情，就从医院来讲，相关有这样的一个居家检疫的人，并不是居家检疫的人你就完全都把它拒绝掉，因为他有可能是有医疗的必要。如果他没有医疗必要，想你再约2个礼拜以后，那如果就是说，我是说没有医疗，比如说那个可以等的医疗必要了那如果是不能等的医疗必要，你就一个是安排是视讯的检查，或者你要请他来。可你要请他，你说你可以来的时候，那请他务必要联络我们的卫生单位，那才可以来。所以大家从这2方面来看。那至于我们指挥中心要做什么，我们会去
从相关居家检疫的名单里面，去查核有没有就诊的记录。那有就诊的记录，我们会跟1922跟卫生局相关他来通联的记录来做扣连。若没有通联的记录，那查证属实，没有经过卫生单位的安排就擅自的外出的话，那我们就会罚予10万到100万。部长好。这2位而已。部长好，寰宇新闻提问，我们想关注一下第3波类包机的方案，就是说为什么会挑选在上海，是有防疫考量还是两岸的共识？然后再来是这些要搭包机的民众是要自行到上海，还是会有专车？那就他们在移动的期间会不会增加感染的风险？谢谢。那大概选择上海大概可能就是一个就各方面的方便性然后单位相关对这个在那边的台商或居留站比较熟他的了解那选择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所有这样的一个远距的一个移动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跟他们跟他讲，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基本的安全的距离，通风良好，戴口罩，适当的防护，这些都应该要做好来。你好，焦点事件。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说，昨天张善成教授的 PowerPoint 有使用 CDC 首页的那个图表嘛？那就是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疫情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提供更多种类的数据，比如说现在那个是发病日的时间分布图，但比如说像是确诊日或是通报日的分布图，它其实会有传达其他的意义。那因为现在有很多做所谓数据报道的媒体，甚至有很多学术单位或者是热心的民众，就是对于这些资讯来讲，他们都可以传达更多正确的讯息。那第二个问题是想要请问，请问劳动部，就是说，关于飞行组员可能不断的在上班跟不得外出的这个循环之间，那劳动部的态度是什么？那航空业他们的防疫计划或者是更细部的排班计划有征询过劳动部的意见吗？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应该要遵守的大原则？有关于飞行组员，因为现在航班减轻的情况之下，实际上他们轮班的可能性就变得更能够调配人力。当然，这个防疫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这个空勤组员，特别是我们在后舱的这个空服员来讲的话，应该要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保护他们自己的安全。所以，航空公司应该尽他的全力，让他有防护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对他自己的防护，也避免这个乘客来讲也得到这个防护上面的安全。以上。那基本上另外一个题目说是有点像是全民大研究大家一起来研究看看。好，那我们也在各执法允许的情况下相关的资料尽量来公布大家来看不过因为牵涉到研究大家都有这种。研究的心力很强不过数字这种研究也会骗人的啦所以大家也要很谨慎的来使用，那也要有专家的解读才能够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更好。好，我们已经第6、第7了来就留着这明天你们2个第1、第2好了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那谢谢大家。